地方向上头，镜头来台南。台南市交通局伫新营中正路段有咧推设行人和高龄者优先示范区。2月底是有完成3个路口的改善工程，即马有调整车路标线，甲行人号志放大。虽讲真侪人拢真赞成，也毋过伫台南关心交通的民间团体认为讲好就要搁较好，伊是建议会当增加庇护岛，抑个暗时的光线，或者示范区会当搁较完善。 过路人等车红灯准备行过车路，唔知有人注意到这个小绿灯有加较大下，这就是新营中正路新打造的行人甲高龄者优先示范区。主要附近有商业区、艺文中心、包步道、护士大做运动。特殊上下班时间车流量真大，几乎最近点中正路、参三明路、立川北街口小接的3个路口做改善，包括增加偏行式倒弯车道，改善塞车情形，嘛增设平一般行大1.5倍。 标志过车路的秒数嘛延较长。长者的话，走路步行本来就是比较慢，所以现在他那个时速如果延长了，那长者就不用那么匆忙。过去的话，秒数是20几秒，从那个绿川那边要过来的话，秒数是36秒。我们是觉得纳闷，就是说为什么这边过去跟那边要过来，为什么秒数会不一样？针对路口等车红灯秒数无同的情形，交通局回应，因是照老大人行路的速度、甲各路口的特性来做的。虽讲真侪在地人讲，安尼先互因行路较安心、无压力。也毋过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会却认为，佫有调整的空间。因建议市府通伫遮设停车弯、甲路灯等设施。 车道小快，也是会当加人行道的宽度，做停车弯的护士大人员，下面底下会当有一个空间，会当落车含上车。其实迄个路段是较暗，会当底下照明的设施，会当互这个看到行路安尼。针对用路人伊的需求来设定的啦吼，若有讲无颜色，也是讲针对需求无较符合的部分吼。 阮会来做检讨，爱搁做调整安尼。这个示范区是2月底才打造好势尔。交通局讲，经过计划执行的状况，尾手因会开会做讨论，嘛会继续观察路况，随时做调整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